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讀樂樂，我係樂仔。今日咧，我諗同大家分享本書，叫做致富心態《The Psychology of Money》，作者係 Morgan Housel。呢本書會令你改變對金錢嘅睇法，仲有教你點樣做出更明智嘅財務決策。我知道大家可能覺得金錢管理好複雜啊，充滿咗圖表同數字啊。但係作者佢會話你知，其實行為同心理因素比你嘅智商同埋知識更加重要。聽完今日嘅分享，你可能會發現，就算冇專業嘅金融背景，都可以掌握理財嘅基本概念。Morgan Housel 係一位財經作家同投資者，佢曾經喺《華爾街日報》同 The Motley Fool 呢啲出名嘅媒體寫過專欄。佢嘅寫作善於用故事嚟史述複雜嘅財務概念。呢本書就係佢對金錢心理學多年研究嘅結晶。書入邊分為20個章節，每個章節都係一個獨立嘅故事啊，講述金錢同我哋行為之間嘅關係。成本書嘅重點就係指出，成功嘅理財唔係數學問題，而係心理問題。作者將佢嘅讀者定位為所有想改善財務決策嘅人，所以身為普通人嘅我哋都啱睇。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書其中3個書入邊比較關鍵概念啦，包括叫冇人係瘋狂嘅，足夠先係最好，同無形嘅財富。第一個概念咧，冇人係瘋狂嘅 ，No one's crazy。作者指出，我哋每個金錢決策其實都係基於自己獨特嘅生活經歷同埋對世界嘅認知。對某啲人嚟講好合理嘅事，對另啲人嚟講可能就係瘋狂啦。佢舉咗2個例子，一個係美國貧窮家庭嘅人，佢哋可能會花好多錢去買彩票，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呢係唯一一個可以觸摸到美好生活嘅機會。另一個例子咧，係講到以前一個科技公司嘅高層啦，佢錢多到隨手就攞幾千蚊金幣去海邊當石仔咁掟，但係幾年之後咧，個人就破產啦。從香港人嘅角度嚟睇，我哋都可能見過類似嘅情況，例如有啲90後、00後，佢哋可能因為成長環境嘅影響，對於買樓呢件事，保持住同父輩截然不同嘅觀念。父輩可能覺得一定要儲錢供樓嘅啦，即係安全感啫。但係年輕一代咧，可能覺得樓價太高，根本冇可能買得起，於是乎就選擇及時行樂，將錢嘥喺去旅行、買名牌啊、電子產品上面。佢哋會覺得，與其辛苦儲錢都買唔到樓，不如享受當下。呢個就係 No one crazy 嘅例子，佢哋嘅行為都係基於佢哋自己對金錢同人生嘅理解。而我自己都有類似經歷啦，細個屋企經濟環境一般啦，父母唔捨得亂使錢嚟嘅，所以我一路都覺得要努力儲錢，唔可以亂使錢。但係有次同個朋友食飯啦，佢就覺得人生苦短啦，出咗糧應該即刻去旅行啊，買自己中意嘅嘢。我哋都唔係錯，只不過大家對金錢嘅觀念唔同啫。另呢個故事就話明咗，唔好用自己嘅價值觀去判斷其他人，因為大家背景唔同，即係好難完全理解對方嘅思考方式。第2個概念係足夠先係最好 ，never enough。作者引用咗作家 Joseph Heller 嘅一句金句咯，佢話：我擁有佢永遠都冇嘅嘢，就係知足。呢個概念講嘅係，即使你擁有咗好多財富，如果冇知足嘅心態，就永遠都唔會快樂。佢用咗 Rajat Gupta 同 Bernie Madoff 呢2個例子，講述佢哋本身已經好有錢啦，但因為唔知足，不斷追求更多，最後咧因為內幕交易同龐氏騙局身敗名裂，甚至入獄。呢啲案例咧就好似有人會年紀輕輕可能已經賺到盆滿缽滿啊，但係仍然咧
沉醉喺高風險嘅投資，甚至涉及灰色地帶嘅交易，最後因為貪念而賠上一切。呢個就係對足夠先係最好呢個概念嘅反面教材。佢哋就係冇學識適可而止，導致抱憾終生。我曾經見過一個朋友咧，佢屋企已經有好幾層樓咯，但佢仲係日日炒股，搞到自己精神壓力好大嘅。我問佢點解，佢話都係想賺多啲啊，買多幾層樓。其實咧就好似書中講嘅例子，佢就係唔知道咩係足夠。所以我哋喺追求財富嘅過程中，我哋應該要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嘅咩，唔好俾無止境嘅慾望沖昏頭腦。第三個概念係無形嘅財富 ，Wealth is what you don't see。作者提出一個好有趣嘅觀念：財富唔係你見到嘅嘢，唔係車、豪宅、名牌，而係你冇花費嘅錢，係睇唔到嘅嘢。佢提到有啲人表面上好有錢啊，但係其實都係靠貸款係維持嘅。只要一遇到問題，就會立即破產。佢又講到一個洗車仔嘅經歷，發現好多揸住名貴跑車嘅人，可能實際收入唔係想象中咁高，甚至有人因為無力供車而俾人收翻。香港好多人中意打腫面充闊佬。例如有啲人呢，明明收入唔高嘅，但係都要租住豪宅啊，買名牌手袋，甚至去高級餐廳消費。佢哋覺得咁樣先有面子，先可以喺社交圈入邊立足噶啦。但係呢啲表面嘅風光呢，其實都係靠信用卡或者貸款維持。佢哋嘅真正財富可能少過一個生活簡樸嘅普通人啊。呢個就係無形嘅財富嘅例子。真實嘅財富係你戶口入邊嘅儲蓄，你嘅投資組合係你為未來預留嘅可能性。我自己都曾經有過咁嘅心態，以前為咗喺同事面前顯得自己有能力，會買啲比較貴嘅衫褲。但係後來發現呢啲都只係虛榮啊！真正嘅財富啊，係俾到我選擇同自由。呢個概念教我哋唔好被表面嘅嘢迷惑。要學識欣賞無形嘅財富，珍惜可以自主選擇嘅自由。呢本書嘅獨特之處係將金錢問題提升到哲學層面啊！佢唔單止教你理財技巧，更加係一種人生態度。喺香港呢個快速發展嘅城市，我哋好多時候被金錢追逐，忽略咗金錢背後嘅意義。呢本書提醒我哋，真正重要嘅唔係你賺到幾多錢，而係你點樣對待金錢，同埋金錢可以帶俾你幾大嘅自由同快樂嘅。讀完呢本書，我嘅思維改變咗，唔再盲目追求高回報，反而會更加注重風險管理啦，實踐長期投資。將更多嘅注意力係放喺儲蓄率同埋生活品質上面嘅。總括嚟講，我哋學到嘅3個核心理念就係：第一，冇人係瘋狂嘅，所有金錢決策都係基於個人獨特嘅經歷同埋價值觀，所以我哋要學識理解同尊重他人嘅選擇。第二，足夠先係最好。追求無止境嘅財富只會帶嚟痛苦。適可而止啊，擁有知足嘅心態，先至能得到真正嘅快樂。第三，無形嘅財富，真正嘅財富唔係你展示俾人睇嘅物質享受，而係你冇花費嘅錢，係俾你自由同選擇嘅權利。我覺得無論你係理財新手定係資深投資者，相信都會喺呢本書入邊揾到屬於自己嘅啟發。如果你對書中嘅內容有任何睇法，或者係想分享你嘅故事，歡迎留言話我知。仲有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 like 同 share 呢條影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